最依賴嘅命脈柴油，我哋嘅本土產煉能力卻嚴重殘廢，呢種傳統環境評估係違法嘅。最高法院所用嘅法律邏輯極其震撼，維持呢啲老古董安全運作嘅維修成本，而家已經變成咗一個連跨國能源巨頭都頂唔順嘅無底深潭。上集講到英國將北海油田現買現賣，換取咗80年代嘅短暫繁榮，仲講咗布蘭特期油嘅虛幻。英國每日嘅實體石油產量由1999年嘅接近300萬桶，跌到而家70萬桶都未必有。最後一座煉油廠 Greensmith 嘅關閉，蘇格蘭連一滴本土提煉嘅汽油都生產唔到，100%依賴進口。但其實英國嘅能源結構個內裏嘅崩壞程度遠遠不至於此。不過喺開始之前，如果你唔介意嘅話，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當你去到油站望住柴油同汽油嘅價格，心裏邊一定會諗，點解同樣係北海油田出嚟嘅油啫，點解命運會差咁遠嘅？現實係英國現存嘅老舊煉油廠天生就有住嚴重嘅結構性偏頗。幾十年前我哋設計呢啲精煉設施嘅時候，主場嘅主流係汽油車，成個工業體系都係圍繞住最大化汽油產出而建造。但係演變到今時今日，英國就陷入咗一個極其荒謬嘅經濟環境。我哋提煉出嚟嘅汽油多到根本用唔晒，每年必須要將幾百萬噸過剩嘅汽油以廉價嘅批發價傾銷出口到美國市場。但係相反，全英國所有嘅物流貨車、重型工業、超市嘅供應鏈，以至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最依賴嘅命脈柴油，我哋嘅本土提煉能力卻嚴重殘廢。精煉原油嘅全副武裝設施需要昂貴嘅加氫烈化裝置，而英國根本冇人願意投資。於是我哋一邊平價賣走汽油，一邊要動用巨額嘅外匯向中東、印度或者歐陸國家高價買翻幾百萬噸柴油嚟填補翻個缺口。呢種極端嘅供需錯配，就等於將英國嘅物價直接綁死喺國際柴油嘅供應鏈上邊。只要地緣政治有少少風吹草動，例如紅海嘅航道受阻、外國煉油廠停產，英國嘅油站嘅石油價格就會好似出咗軌嘅列車咁樣瘋狂飆升。當柴油一貴，所有運去馬莎或者超市嘅貨車成本就會即時暴漲，到最後普通人買棵菜、買盒奶都要被逼為呢啲幾十年前留落嘅惡果而埋單。當我哋將個視線從陸地嘅煉油廠移返去東面嘅北海，你就會發現嗰度根本唔再係乜嘢金山銀山，而係一堆正在走向死亡嘅生透鐵架。好多對時事一知半解嘅人成日都以為只要地底仲有原油嘅儲存，國家就有源源不絕嘅底牌，但係完全忽略咗一個最基本嘅工業常識，就係能源要變成財富係需要龐大、穩定而且安全嘅實體基礎建設去支撐。今時今日，嗰啲屹立喺北海冰冷嘅海水入邊嘅鑽油平台、運輸中心，以至長達幾千公里嘅海底運輸管道，大部分都係上世紀70、80年代建造嘅。成個系統一早已經步入咗晚年，長期受住海水高鹽度嘅腐蝕，加上幾十年嚟不分晝夜嘅高壓運作，呢啲基礎設施而家已經損壞到七七八八。維持呢啲老古董安全運作嘅維修成本，而家已經變成咗一個連跨國能源巨頭都頂唔順嘅無底深潭。更攞命嘅係北海油田面臨住一個殘酷嘅法律陷阱。根據現行嘅法律，邊個而家接手經營呢啲油田，邊個將來就要承擔高達幾十億英鎊嘅平台拆卸同埋海底生態嘅清理成本，導致而家各大油企根本唔願意再等一分錢落去搞大型嘅升級，大家都係用揸乾最後一滴血嘅心態嚟消極營運。當海底輸送管道因為安全隱患而需要頻頻減壓甚至停運，咁就算我哋明知地下有埋藏住幾十億桶嘅原油，但係事實上我哋嘅工業硬實力都已經崩潰到一個地步，根本冇能力便宜而且安全咁樣將我哋抽翻上岸。如果話基礎設施嘅實體老化係一場慢性嘅疾病，咁英國最高法院作出一項地標性判決，就係直接將整個本土油氣行業落咗一記絕殺令。以前任何能源公司想要開發一個新油田，
至少要去地方政府或者去能源過渡管理局申請，喺個環境評估報告裏邊申報你嘅鑽探、開採、起平台呢啲過程裏邊會排放幾多二氧化碳。呢個做法呢係符合咗國際嘅通行標準。畢竟你開採出嚟嘅只係原油，原油會賣去邊度，邊個會燒咗佢，根本唔係開採公司可以控制嘅範圍。但係最高法院裁定呢種傳統環境評估係違法嘅。最高法院所用嘅法律邏輯極其震撼。從今以後，你申請開採油田，你唔單止要計算你自己排幾多碳，你仲要將呢啲石油俾消費者買翻屋企，加入汽車，排成廢氣，全部計入咗大氣層嘅下游碳排放，即係所謂嘅 Scope 3入邊，全部計算在內，並且證明呢啲排放唔會破壞英國嘅淨零法案。呢個判決就等於將全世界揸車、坐飛機嘅人所產生嘅碳責任強行靠壓喺掘油工人嘅頭上邊。呢個先例一開，北海所有籌備中嘅重大油氣開發項目，包括最大嘅 Rosebank 嘅油田，瞬間全部陷入咗無休止嘅法律訴訟入邊。根本冇官員、冇政府部門再敢批出任何一張新執照，因為只要你敢簽名，環保團體就會攞住最高法院嘅判決書，將政府告上法庭，告到破產。法律上被徹底綁死，財政上英國政府正如個坑挖得唔夠深，繼續高舉大刀向本土嘅工業埋手。財政部為咗填補公共設施嘅天文數字嘅赤字，同時為咗迎合所謂嘅綠色能源嘅政治正確，將油氣公司嘅能源利得稅，即係俗稱嘅暴利稅，一加再加。到咗今時今日，北海油田嘅開採嘅綜合稅率已經拉高到不可思議嘅78%，而且更具毀滅性嘅係，財政大臣 Rachel Reeves 進一步修改咗稅制嘅細則，直接取消咗以前容許石油公司用再投資嚟抵消稅收嘅投資優惠細則。呢種做法表面上就為咗向大財團抽稅，劫富濟貧，實際上呢個係徹頭徹尾嘅竭澤而漁。喺北海插旗超過咗60年，一手建立整個英國油氣神話嘅絕對巨頭 BP， 而家都徹底心寒，正式開始資產評估，準備全盤打包，徹底撤出北海油田，將資金抽走。當跨國頂級資本都集體逃亡，中小型嘅本土油企更加陷入咗破產嘅邊緣，每個月都喺度裁員或者削減勘探嘅預算。英國政府親手製造咗一個全世界最惡劣、最唔穩定嘅稅收環境，將最後願意留低維修基礎設施、改善本土產量嘅金主全部趕盡殺絕。英國失去咗本土產量，就只能夠更加依賴國際市場，承受更高昂嘅進口代價。睇完今集，你應該明白點解幾十年前嘅北海神話而家會變成一個徹底嘅爛攤子。政客用78%嘅暴利稅同埋嚴苛嘅碳排放，成功將外資逼走，將本土嘅石油工業連根拔起。當化石燃料鏈路被徹底封死，英國仲有咩後着呢？下一集我哋會探討英國政府將全盤國運壓住喺勞斯萊斯嘅微型核能嘅世紀號島。我哋仲會拆解三大政黨點喺呢個死局入邊繼續做呢場政治 show。最後我會話你知英國點樣壯士斷臂，先可以喺呢場能源絕境入邊揾到唯一嘅生路。我係半邊人，我哋下集再見啦。